虽然市长黄伟哲20号上午伫溪坝活动记者会，甲所有贵宾欢喜接受在新爷分享过年的喜气。不过，面对本土疫情案例威胁，市长19号暗时7点甲中央沟通，已经做出咸水风炮甲月定港定节暂时取消决定。对此，议员较无同的看法，认为也需要观察。中国人喜欢过年，1年1次的过年的很多相关的活动。像新纳的联络大街，那盐水武庙的风炮，这种是几十年的传统，我认为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那当然，中央如果真正认为台湾有社区传染感染的危险的时候，有几率的话，我认为应该要停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认为再观察看看。当年过年期间，不管政府还是民间，拢有侪活动，其中有关新化年会大街、发红包以及大庙的事件，市长表示也需要持续沟通。年货大街发红包的行程，我们会跟地方再多做沟通。那盐水风炮、月津港灯节，这是已经暂时取消。那如果说疫情没问题，这个社区。院内感染没有扩大，那社区感染都有这个源头，而且已经得到遏制的话，我们再考虑恢复。当年活动到尾办是一回事，不过市长强调也是爱过年，伴手礼也是爱买，嘛是爱送礼，有过年欢乐的气氛。所以市府乱局邀至台南21间农会，18位青农加优质的店家，并下向市民推荐超过100组的农渔特产伴手礼，欢迎市民多多选买。活动办不办，其实是一回事，但是年还是要过的，伴手礼还是要买的，年节欢乐气氛还是不可以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推荐最好的伴手礼，经过市府严选。经过商圈推荐那把这个最好的结果、最好的伴手礼呈现给各位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这个少了群聚，但是不能少了人气，这个人气就在伴手礼上呈现。农局表示，除了宣传会中所定期的伴手礼加美食，市府卖将所推荐的礼品将农业局的网站，让市民参考。台南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